来看一对伫美国结婚哦，台湾甲中国的同性卡步，中性的伴侣最近想要申请来台湾，却互移民署拒绝，嘛提起行政诉讼，嘛拍赢官司哦。也毋过移民署是拢无作为，应该再提起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是要求内政部得要依照判决来进行结婚面谈等庭事，专案是会当个上诉。我们年纪都不小了，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直停滞在7、8年前那个状态，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往下推进。甲伴侣分别住伫咧两华，台湾的来根正挂念人伫咧北野的中国籍配偶 Rai， 两个人已经伫美国结婚，不过伊的另外一半被申请来台湾团住，所互移民署驳回，伊提行政诉讼，法院判伊胜诉。不过移民署重新处分，也是再一遍好决，透过诉愿救济成功，相关单位所无作为，互因第二遍提告。这一次的结果，他至少是在上一次的再往前一步，当然希望他们就真的给我们面谈这样子。第二遍的行政诉讼即马有好消息，合议庭认为相关法规授权内政部审查，目的是要杜绝弊端，防止假结婚真入境。并不是授权机关对两方人民伫婚姻要件抑个结婚的效力有实质的审查权限，要求内政部依照判决进行结婚面谈等认证的庭事，专案抑个会当上诉。如果他们没有在第三地结婚，基本上就必须拿出在中国的结婚证明。他们没有办法在中国结婚，等于是所有我们要求台湾跟中国结婚的这些文件，基本上我们同性伴侣都拿不到。两华同性伴侣想要伫咧台湾摕到结婚证，其实有困难。按照国内法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卡伫咧中国并无承认同婚。不过伴侣边已经协助4对同志打官司，做成结婚登记。因若移民署对这回官司败诉，回应讲尊重判决，但是相关行政规划甲配套措施也未完成进程，将会配合立委会政策，以专案方式协助办理。记者综合报道。